係咪飛到咁上唔到喺荃灣上？嗰張紙咯，我咪發過去俾你咯。嗰啲馬啊嘛，嗰啲講話粗口嗰啲馬啊嘛，得咯。係啊，我俾咗一張紙你㗎，後尾你話唔見咗，唔使填㗎。下一站錦上路，下一站錦上路。Next station, Kaohsiung Road. 好嗎？得啦，仲咁多嘢嘅。係啊，中國銀行啊，海馬啊嘛，係嘛？係啊，唔係呢幾個係呢張嘢，跟住按照嗰張嘢寫嚟㗎，係啊。係啊，我就係知道我哋喺銀行食㗎，你知唔知啊？你邊個食嘅啦？大家會點聽？你從此之後就得啦，你香港20年，始終係日常生活。未來一定要準備嘅，與你用溝到生活氣味，生命環境。你聽日嚟，你都有咩用？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車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. 人哋可以搞啊！咁你就你一姐，我就冇要你一姐，到時候喺中途應。批大聲先啦！香港人係付出嚟㗎，係要大陸人有2萬美金嘅效果，每年知唔知？香港人係俾錢講嘅啫，咪得咯，大陸人咪得咯。你就攞埋你嗰張香港，攞埋你嗰張香港銀行卡。
来取完车。